Hello， 歡迎嚟到 Lavie 嘅 channel。我哋今日要整嘅呢係聖誕節嘅俄羅斯刺繡。咁今集要整嘅係士的糖版本嘅小掛件。首先呢，要準備以下嘅材料，然後呢，就可以攞出你嘅繡框同埋繡布出嚟，將繡布拍返入去個繡框入邊。之後就可以攞出刺繡筆啦，同埋引線，做你嘅線出嚟。將刺繡筆嗰度呢校返去 C 嘅位置，然後將引線 U 字形嘅位置穿入去筆尖上面嗰個圓圈嘅位置，然後再穿過去，穿到底。之後呢，再攞返啲線出嚟，揾返個頭啦，之後穿過去，再拉返出嚟。調整一下條線嘅長度，之後呢，其實就可以開始整噶啦。咁要注意啦，篤嘅時候啦，佢下面筆尖呢圓圈個位置要持續向下嘅。咁呢一個呢，士的糖佢有分兩隻顏色啦。如果你擔心嘅，你可以再攞啲 marker 啊，再畫翻呢一個兩節色咁樣樣，以便分辨嘅。篤嘅時候啦，可以好似影片咁樣樣啦，慢慢轉圈圈咁樣樣篤落去啦。篤完一個部分之後啦，你可以稍微將條線掹出少少啦，然後再剪走多餘嘅線嘅。之後呢，就可以開始不停咁喺度篤啦。完成之後呢，咁喺你掹出嚟之前呢，記得要攞酒精膠水啦，或者係易溶膠槍啦，就將背面嘅位置全部都黐實佢嘅。之後呢，就可以拆返個框出嚟，然後攞出鉸剪。喺外圍大約係1 cm 左右嘅距離啦，咁樣剪一圈嘅。然後呢，再喺外圍呢個邊邊嗰度啦，相隔大約係1至1.5 cm 啦，咁樣再剪多一刀。之後呢，就再攞返酒精膠水啦，或者易溶膠出嚟啦，然後將外圍剪出嚟嘅小碎布呢貼返入去嘅。咁呢一個部分呢，嘗試用嘅係酒精膠水啦，咁但係其實會更加建議係用易溶膠槍嘅，因為會比較快嘅。咁但係如果你係同小朋友一齊整嘅話呢，咁就建議都係用返酒精膠水會比較安全嘅。之後啦，你就可以攞出你嘅底部同埋小絲帶，將小絲帶嘅尾部啦去打個結先嘅。然後呢，再用膠水啦黐返喺成個士的糖嘅最上面嘅部分。之後呢，就將底部啦確認好位置，睇下需唔需要再調整。如果唔需要調整呢，咁你就可以反轉佢，然後擠大量嘅酒精膠水嘅。如果係酒精膠水嘅話，係真係需要大量嘅酒精膠水先可以黐得實嘅。黐咗落去之後，記得真係撳住佢，可能撳大約5分鐘啦，或者攞寵物壓住佢5分鐘嘅，咁先會真係黐得實。咁另外咧，喺剪上面啲毛毛嘅時候，記得一定咧要將個手指啦撳住上面嘅嗰條小絲帶啦，避免誤剪嘅。咁你可以好似影片咁樣樣咧，一條一條咁樣樣，一個個圈咁樣剪啦，都可以啦，好似影片呢一度咁樣樣平放剪刀，然後一次過咁樣剪一行嘅。咁記得剪嘅過程一定係要小心你個小絲帶嘅。
剪完之後啦，咁你可以攞把鉸剪啦，或者攞牙籤啦，大約咁樣咧去分翻開啦唔同顏色嘅嗰條分界線啦，然後就係不停重複剪啦，然後再分線啦，再剪再分線嘅。咁整到最尾嘅時候啦，到一個你想要嘅一個效果嘅時候咧，咁成個作品咧就已經完成咗噶啦。咁我哋咧呢一個咧係有一個嘅材料包出售啦，如果有興趣嘅可以留意翻下面嘅資訊欄啦。咁我哋今條片咧就差唔多係咁多啦。咁聖誕系列咧仲有其他2條片嘅，有興趣嘅都可以留意翻啦。咁感謝大家今次嘅收睇，拜拜。